我与他拜过天地，云过一生白头。如今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，他都永远是我的夫婿，我孩子的父亲。后池，白绝既然已经觉醒，那这世间便再无青木。你们的这段情，于白绝而言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不可能。他是白绝，他也是青木，但他永远都不会忘了我。后世，他已经忘了，他已经成了白绝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一切，也不记得青木的一切。白绝如今在哪儿？他重建了长元神殿，在苍穹之境以真神之尊御令三界。后池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出去找他。他已经不记得你了，你现在出去，那100年的求婚还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他跟我说他把我忘了，我是不会相信他已经不记得我了。这结界就是他当年亲手布下的，对一般仙君来说只能进不能出。就算你不把自己的命放在心上，那孩子呢？你要带着孩子一起去死吗？我的命，青木的命便是我的命。他为了我背弃了一切，他现在正在等我回去，而我却只顾自己的命，弃他于不顾。后池，你清醒一点，如今那副身躯是白绝，没有人在等你了。你说过，如果上古觉醒，我或将不复存在。那么青木之于白绝，也是如此吗？你以为白绝活着，还会允许青木的存在吗？那我便再把镇魂塔拿回来，我一定要找到青木。后池，被真神之力碎灭的灵石，别说镇魂塔，就连祖神也没有办法。我与他拜过天地，云过一生白头，他的许诺从未改变过，从未毁诺过半句。我亦是如此。如今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，他都永远是我的夫婿，我孩子的父亲。景远，请你放我出去。你现在出去，只会伤了你自己。景远，青木一生无父无母，就连朋友都只有2、3。或许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会有人记得他存在于这世上。他一生爱恨是非，生死喜怒，怎么轮到别人替他做主？现在只有我能为他争得半分。只要他还有一丝活着的希望，我就不会放弃。只要我没见到白绝真神，我便不相信真神会如此的绝情，老天会对我们如此狠心。景远，求求你，放我出去。